来看这条正碗内西碗瓜，敢若去年呢牵涉间谍案，去互起诉的有68%是现役含退役军人，也因为这中共一直想办法要去收咱的官兵，总统热前提就宣布讲要恢复军心，或者军法登到前线。国防部表示讲，因会重新来打造这军心制度，军心案件限定这军人这部上的犯罪为主，那一般案件就交予司法机关办理。恢复军事审判制度。 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，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，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、立敌、泄密、废除职务、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。 因应中共一直渗透统战，赖总统宣布要恢复军心，因为去年牵涉到强谍案，互人起诉的现役甲退役军人分别是15人甲28人，拢总占强谍案的比例达到66%。国防部嘛表示，会重新打造军事审判制度。 过往我们的军事审判确实大家都会有一些的诟病，今天我们要重新开机军事审判制度，在平时能够重新运作。 无论它的独立性、它的客观，国防部提出各项修法规划，包含军心案件限伫军人职务犯罪为主，像讲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。按过年时，一般犯罪案件也是由司法机关办理。制定军事法院甲军事检察署组织法，制定军法官人事条例、军事审判法全面强制辩护，废除该机关核定。也就是我们现任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讲的，我们绝对不允许。 金法复辟，现在是赖清德总统狠狠打脸了我们的国防部长。这个议题是可以讨论。现在恢复军事法庭就没有军中人权的问题了吗？那么，请问一下，赖清德总统认为我们要进入战时的状态了吗？触犯了通匪，触犯了叛乱。 触犯了卖国这种陆海空军刑法最为严格限缩的国安相关的犯罪形态，应当可以理性来探讨这个问题。 2013年，洪仲丘案军检因为无公开调查进度，洪仲丘案军检因为无公开调查进度，民间要求改革军事审判法，立法院加开临时会，明定现役军人伫非战时犯罪，精审天数无适用军审法，改由普通检察署法院处理，和军审法有干那无。2014年，国级军检署军事法院嘛裁撤，即马罗总统化工研究恢复军审，洪仲丘的姐姐洪志勇回应，当年修法是为了停止违反时期军审留落来缺失，不过即马若是要重开，一定要做好配套。卖情报这些问题，或是背叛我们国家，需要这个时候把全部都马上恢复，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问题啦。 因为军法官工作性质的改变，进前军事最高检察署内部的军事法庭早就变约束式、拘留式嘛变作库房。国防部表示，目前有军法官资格差不多100人，不过敢若伫演习的时阵会议定开设战时军事法庭，若是要恢复军审，会听顺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最好适当的规划，嘛会甲社会好好沟通，争取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